政府一直在推广节能减碳，台南市政府就伫咧校园推广低碳的标奖认证。今摆有120间学校摕到，其中9间特别用心，加做低碳的示范学校。 投诉当地家囡仔减碳的概念，佮互因设计图，这是连续4档得到教育局低碳标奖认证的学校。西门实验小学因的教室是通风节能的绿建筑，那环境甲各种减碳设备，校长讲小连续摕到示范认证，关键其实伫咧课程教育。学校的推动之下，我们孩子的改变，节水节电。 低碳生活已经变成孩子的日常。那很重要的就是，这也是我们的校定课程。每家都示范学校爱符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指标。来看另外一间学校独家国小，车进800多张无共种类的食物，校园绿化嘛结合教育，另外学校嘛换省电的绿光灯。即摆有 LED。 所以用电就较省啦，当轻差不多30-40%。用水的教育上，也希望他们能够珍惜水资源。出去教室的时候，管点我把水开小一点。台南推测低碳校园标准认证，拢总有120间学校得到认证，其中有9间是低碳示范学校。伫学校互囡仔养成疼惜资源的习惯，毋望全球气候甲环境拢会使得到改善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